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立法院的临时会三读通过公投法的修正案，确定公投甲大选分开，所以明年选总统未举行公投。民间团体强烈反弹，讲打来毋若真歹提案，要过关嘛真困难。伫咧表决进前，国民党的立委对民进党滥用议会多数的暴力嘛真不满，向民进党的立委甲主席台结追求，现场是真混乱。立法院17暗追求大捷，就算国民党准备临时会公投法修正案照常通过，缅甸公投大选脱钩，定出时间点是8月第4拜六为公投日。对2021年开始，每2冬举办一届撇开选举。要进行公投的时候，他应该随时办理，这个才是。哪有规定人家公投的时间？就是民意投票，是不是支持这一项公投的议题，才是真正的重点。过一天，国民党、民进党也是意见无同。公投法修法完成甲修正后的相对日期来看，对甲大选当时换做甲大选脱钩以外，伫主管机关收到提案，迄就是补足提案，对30天内延长到60天内完成审核。若是审核员有人数不足，原本伫30天内补足，30天内时间无变，不过以一届为限。若是公告的时间嘛，对28天前改做90天前。立法院拼公投法修正，说引来民间团体不满。抗议公投法重返鸟笼。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推估未来的公投用常识来判断就知道说不会过。民间团体甚至是以行列方式为无合法把关道歉，嘛点名敦选会对电子人事议论，互公投法就算修正通过了后，嘛无并证。